录起來嚟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你嘅節目。哎呦，金本英和嘅 Rita 嗬，嚟介紹你客家舞台戲大師豐富新先生嚟到節目當中了，掌聲鼓勵！哇，你很會哦，冇人破，同你介紹到安好。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3萬人嘅觀眾豐富新先生嚟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，掌聲歡迎，先生好。大家好，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武山。主持人你好，你好。你根本你2、3年按用英講話啊？你叫佢按個做乜嘅？我冇戴口罩。哎呦，結合時事哦。歡迎先生啦，很歡喜哦。你現場看到按到嘅英講啊，哈，英講英講啊。唔係你係朋友呢，我大個朋友咯。啊，人家朋友啊，人家朋友上到安定印象嘛。對他愛就回來介紹啦。哎呦，很讚哦。對呀。大家看到咧哈，人講按到嘅朋友，按到嘅舞台戲，心情是非常好，因為當到姊妹喺咧地度。食材冇簡單呢，你看開創嘅食材哈，三八做了每人婆嗬，我是按用講話聽，不過要當到嘅技巧，等下請先生來教你。我當然啦，做得啦，你有學㗎。你好3萬人按有名咧，冇。真緊，雖然你看起來按後生，不過差唔多係喺你骨薄咧。冇。尤其係用客家話來傳承嗬，先同大家來分享，其實呢幾年嗬，3萬人呢演出都係當有特色嘅，然後一般嘅舞台戲冇強樣哦。對，像去年啊，其實我做舞台戲做當久嘅啦，很像頭擺我寫時間啦，讓我師傅要做到講河洛話舞台戲，應該係基本功，要來學起來，我當我睇，我就想用客家話來講嘛，好，就我知道用客家話來講，係有時間會想跳脫不出一個框架。所謂框架就係，那舞台戲佢單強只能在戲台裡面演出嗎？對，我就想，底下很多劇場布袋戲嘛，劇場式的，所以像國家實驗劇場，係講讓舞台戲帶入劇場一個黑箱劇場地北度，它會發生乜嘅效果？嗰幾隻劇場是變到係你嘅舞台，你嘅戲台，你個材料，對，直接是每個細嘅舞台咧。對，我就想，嗰種嘅舞台嗬，假設底下某一隻舞台，你會變舞台會你會呈現，結合燈光，或者係結合演員，大家會知道舞台細張，跟演員比例比例差很多，因為窮人看唔到。咁我從啲嗰種黑箱劇場喺度實驗，其實所以湊230人，230你最後邊係看到，係用燈光一個spotlight，你作為本觀眾點看啲下細膩的動作。係呢，因為我自家落到咧實驗劇場去看戲，我知道老台嘅劇場冇強樣，因為啲個地度你會知道，我老舞台當個嘅人人當點圈，當你做得像幾啲是係貼片讓講話，所以你唔會知道講順頭當人當炒唔會。我知道當進入一個劇場，觀眾唔係流動嘅，在戶外的瞄片，觀眾是流動的。所以舞台戲佢會一直重複去講之前的橋拍，像歌戲啊、台戲咁樣。有得從前情提要。對，會一直講啦，因為流動，佢找來看，佢就會看這接下去。咁講你在實驗在劇場地北度，大家都賣票落去，就肯定係精緻嘅鋪分。所以我從2014年的時間就做聊齋聊什麼節齋，啲係舞台戲。我們每個人未做，我們在講我哋係舞台，講係一個實驗性質的舞台戲。用乜嘢咯？實驗性質，人家講到可能冇啲材料，對，可能係結合演員。因為你頭排細看到了舞台戲嘅時候，東先別總得本人看到啲後背，那啲長偶的，因為超偶師，總得本人看到，是看到了戲。
葡萄牙哦，早期是讲卖身卖艺不卖面啊，买上买泥技艺买面，买牛肉面啊，系面啊，总得不能看到，牛半夜安心比呢。没是米啦，所以因为我底下操作的时间，比如说出天你看我面哦，大家无看到我面目狰狞，大家无注意我，那个葡萄传统的葡萄有一只加冠品啊，一只薯条那样挡着，大家就会专注在底下上面，葡萄牙那样处理。莫让向大家看了牛皮的表现。你看剧场形式改变之后，观众就会想，你后背的操偶师去很样板的状况，比如讲我哋操作一张人工的，还有可能操作2个，可能一只谁来一只谁来，还有那乐师搭配，还鼓手聊斋聊什么斋，就可以让观众现场看到，让乐师样板让人工的让演示样板搭配。所以你讲你讲，你还係要温武昌。當然啦。温武昌現場來演者，搭配嘅劇情，我家講到安心比係咪因為一生人可能叫做2隻3隻角色，所以佢每半年啲角色我一曬啲好噃。一生人2隻手可能做得做動作嘅變化，很個嘅變相。對，傳統嘅安樣啊，你嘅基本嘅本事啊，你做好生旦淨末丑，你都有講法嘅方式，很個通俗。咁先生啱講到，其實你下動到嚟做冇強用嘅呢改變嗬，咁改變嘅時節，你係從細，聽講你小學4年生是開始嚟做咧。對啊，開始講學啊，開始嚟學咧，咁是學傳統嘅啊。對啊，所以學啲按台線嘅，嚇，你差唔多30到35公分。你係傳統嘅。傳統嘅，所以傳統嘅當然係講。下古早的、下古老的哈，它有幾個特點啊？人家特點就係30到35公分，人家係下傳統的人工的，看跳哪種樣。差唔多按你的手把種安排，用落去嘟好。所以傳統的葡萄有那種掌中戲啊，手掌上操作的，然後一個特點就有文武場樂師現場的樂吹，對，讓你扮成。冇咁做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傳統的舞台，啲傳統的舞台就係有點像廟，啊用跳擺就係在廟跳前做本生命款嘛，所以一個太廟，一個小廟。所以走本生命款啊，娛樂只是附帶的。傳統的葡萄牙一樣。係車身的啦。尤其車身啊，還有個，比如講生命上面，還有比如說你中大樂透，或者對，或者樂透嘛，刮樂個刮中啊，或者你有乜個婚喪喜慶，全做搶葡萄牙。咁你全部有去做過呀？我個時間我看我按後生都冇做過兩種嘅啊，就聽到我師傅佢後生嘅時間有做過，我師傅咧下90歲，佢後生嘅時間就有做過咧，嗰種外台戲。像壓推戲、外推戲啱嘅意思。冇咁錯。咁經呢個外來做冇叫我改變，永遠講，哎呀，外嚟變化，我要傳統嘅反對嘅上網。當然要啊，因為不得不切，幫你搬上搬下。該做唔怕啦，對。當然會罵，但是哦，你睇後生人就係從嗰啲後生人，喺度喺下輩嘅後生人下，因為啦都係。比如說 rap， 加你葡萄牙，其實葡萄牙來講，佢係任性動強。樣板音變化是做的。對啊，台北你看台北葡萄牙下傳統，南部嘅葡萄牙有按台，係有啦霹靂布袋戲嗰種嘅，嗰種有按台，還有彈電子琴嘛，佢全有，還有 band 啊，嗰度。其實南部嘅葡萄牙有，應該講任性強，佢就會加你動到東西。佢教你多東西，因為台灣就係有田氏之後啊，所以民國58年嘅時間，韓國外來文化影響，所以影響到葡萄牙。你從京劇啊、歌戲啊，韓國客家台戲含唔一樣，韓國葡萄牙佢嘅包容性、佢嘅韌性都強。
哦，所以做得有当到变化，迄面咱普及的舞台是从云林改到位，好，开始系动作开始系一只几个影响，所以发展到动球，未喊那多的了变化性加入落。对，韩国观众的然后跳舞的冇强用，北部的下温哦，北回归线以北啊，北部人下温，佢下喜欢用糖卡温的戏。南部的下奔放，对，下奔放，真紧啊，真紧啊！你係其實咯，你係文化影響，北部嘅口音唱一下，唔係唱音講下避暑咁樣，南部嘅口音是係唱下外放。對，所以佢下都看戲嘅劇情啊，或者是乜嘅，普台嘅舞台哦，像南部嘅下台，蘇朗姆蘇丁嘛，女人扮台啊。哎呦，扁衝啊！你講扁衝哦，扁推咧。咱北部嘅叫種情節，你就下溫那種做細膩的那種看，下溫順誒，就很浪漫啊，那種很浪漫。同先生啱講，實在要上來看冇上，要上來表演冇上啦，該定下調轉來嗬，來看先生來表演了。大家進到節目當中來，喺咩當上來看王武山先生，你哋客家大師來表現佢哋舞台戲呢，實際來看先生秀一段了。大家好，我係張總，揾到來了。我見本日咯，穿得很特別的服裝，有看到嗎？有。你係乜嘢服裝？年初咩服裝？不弄啊！等呀！你也不多啊？好唔是咯，男裝這片呢？等呀，泰雅族。哎呦，塞夏族啦！拍攝有看到嗎？塞夏族哦，有。哎呦，頭擺伊塞夏族，伊老人幫呢？我個哦，迄旗袍式的，我了塞夏族。我約個只張西西來了，張西西咧，張來了。你做啥做啊？唔係啊，我係見本日哦，我留睇你哦，比武哦，好來啊，來啊，就哎呦，打唔到，南野有夠，就哎呦呀，媽，哎呦，我嘅頭啊，哎呦，差些，哎呦喂呀，哎呦，大的唱，哎呦，什麼太趕這些？韓味哦，哎呦，你兩個是用上種啊，韓味很強呢。冇鹽婆啊？哦，你做嘅哦，韓醬哦，哪邊買？哎呦，我自己做嘅呢，有醬嗎？不太人，咩記住防護傘做嘅咩？哇，掌聲鼓勵，很神奇哦。先生，你13年後又係張西西哈，又係張來了哈，對，自己對話，咁因為時常吼，自己點情下來，睇腦地圖，根本有當到人家對白，自己經典講啊。其實從了哦，自己訓練啊，上了口拍，該算即興的，係即興的，對啊，因為你即興，比如說你係講你講下衝。大家好，我係張來了。大家好，我係很多張西西，類似這樣。性格有冇強弱？對，你要大家記得上哦，來分別出來。還有在做的本觀眾朋友唐小姐冇強弱的你。哦，提一啲上線嘅變化。對，還找同窗哦，你看，比如說你有武打，你有大家來打過去的啊，又烈，啊，你要打過去，你就要閃嘛。你不閃，因為哎呦，要閃，對嗎？其實冇可能很簡單的東西，你其實哦，很難的，當然。手機講的當靈活呀。你要比如說你武打哦，你不可能要用胸下做胸用的通衝嘛，要用謝謝，一直謝謝，好謝謝，你要用打過去，哎呦，對嗎？要協調性，雙手的協調性，你要掃腿。
你要左右，一直上下。跟好击球一样，做在冲你安强。没，你看，来训练，来看你的程度怎样。然后，现在都要考试，考那两长途。技那嘛，然后五彩步，哦，五彩步是比如说又水，哦又海，然后用挥或者云。你样看起来都简单呢。你要用手腕挥，来下一个那边深蓝哦。好。来浅蓝哦。用半音。来，你看了，我们在云上面哦，你也左撇子哦，不是？你用定在左撇子。我看你应该拿左手啊。哦，因为我进修那里啊。哦，你看，你要在云端上漫步哈啊！你看啊，你正看来哈，你正看来，你看。好，大家看松些。你还要用左右，你还上下有吗？有吗？你总的用哦，没总的用哦。好，你看啊，来，三挥，好，上下走。哦，还不错啊。One more, two more， 用音啊。哦。对。其实你真需要练，因为你会上的两只手强用。两只手强用就变了安用啦，安用唔好看啦。安用唔好看。对。安咪阿秋刀是做咧安用音系吗？要是双手不协调，不过你也双手还是协调不错。还有一张进阶版的哦。进阶版就好啊。哎呀，我问下手，我又都紧张咧。哦，进阶版的还是高，你也不用的，五彩步不用的。还你啊，这劈腿。劈腿。你看劈腿，一脚前一脚后。等一下，用慢劈。一脚前一脚后。你个脚袂掉下来。没，你用伸的呢。好，大家都好啊哈。走路跑步哈，你看，1、2、3，用上下动啊，1、2、3，上下，对。哦，莫打到跳，莫扣。哦，莫打到跳。从容一点。从容一点。好。来，那勾对一点。对，不错。哎呦，你系动转心呢？当然啦，总的动法。那身体咪听你响变嚟用架先，停下来。你也变两只脚强下啦。肌腳係肌嘅問題，唔係嘅問題。所以，新夢先生，唔係，對，你喺做係該訓練小朋友手嘅協調性啊。所以小朋友咧學你當好誒。當然好啊。會出汗咧，我家按考試行嗰時，小朋友都有出汗咧，會緊張。從來你一下射學係最好嘅，因為小朋友他從小時候學鋼琴，佢動腳啊，他已經學可能學1年，小朋友學3年就曉誒雙手。你未強用葡萄牙哦，你要動作係雙手協調誒。哇！咁所以呢，你老大家講學葡萄牙左右腦可以發都當好，因為你兩隻手你有創造啊，馬上要想出台詞，你也左右還有語言。對呀，還有語言要幫他設想台詞，還有個扁上，其實係靜音動困難嘅。台詞講到愛用音，唱上愛一擺，因為都冇簡單。不過咱當sen詞當好教，事實上你自家唱寫啲學嘅時間，因為講真緊你睇了以後，真緊來做了舞台戲，你唱寫時立志愛做了掌中戲大王係啊。明啊，也冇你講，你師傅接那來講，你有活到老學到老。所以你要不斷的去看、去觀察、去觀察嘛。比如講，武松打虎，地背都有老虎。哦，你有老虎，還有樣班哦。做到東槍正經嘅老虎。對，很像你阿媽。我來拄好帶來。你阿媽哦，你做嘅動作，一直在老線上做嘅。哦。你講秀才郎騎胖馬，所以你係胖馬。騎胖馬，勾臉頭。對，小朋友看到你這匹白馬就會很好啊。你看馬哦，雖然只能這樣動啊，但是哦，拿出來有冇？它就必須要用手腕這樣動。動法條呢？有冇？還有動成緊緊感。對，你要騎胖馬用他該演到一年了。不要那個阿布多哈。你看起來你係小生哦。小生，你看，哎呦，騎胖馬，上馬是係冇重用，所以事實上，你講到，譬如講你係哪你角色地圖生旦淨末丑，還有插腳，主要分六大類係嘛？其實葡萄牙地背都是生旦淨丑雜。
哦，没有墨。墨是老生嘿，老生分在生理地位度。小生咯，老生都会生是男主角演刀嘅，好主戏啲嘅信號。对。阿旦是係女主角啦。对，阿丹的啊，花旦啊、青衣啊这些阿丹的，像你系小生嘛，系少神，你看。嘅同裝用扮演，下穩啊。當然下穩啊，你看，因像你書會聽筒嘅有嘛？應該書未會聽筒。會聽筒係。我度文書，文手。哦，文書係啊。文書。哦，有細節。那你種嘅吼，你種嘅，有冇？cái khen theo má mẫu kiểu nhỏ cái hè生旦琴係嗎？沒，你做武手。哦，武術。有文有武哦，这是手的差别。所以小生啊，小生就是说用文手。你看他的动作哈，因为同手嘴按钮，你看，来了，先要亮相，打得，唱，吹，哦，我做一隻同床，你睇一下呢啲記得做嘛？好，記得做嘛？跳那筒。唔係跳那筒。上東西。唔係。大家想食大家唔係魷魚哦。哎呀！再亮相一次。到底係乜嘅先生？甩袖。甩袖。整理服裝儀容。一下兩下，雖然沒有袖子，很冇會有大雜哦。還有如果有鬍子撈下來，佢冇試過就唔是，來用亮相。好，你係生，對，佢係按文雅、斯文、優雅咁樣。冇咁錯。阿旦呢？阿旦用扮演都表現佢動將。有，阿旦整件動將，你真係愛師傅哦，不愛。哎呦，整件動將佢跳那麼很勁奶奶。你看，你阿旦呢？哦，呢個差唔多學10年，師傅才會教你。學10年，對啊，走得上舞台。才會教你阿旦的動作。用扮演有阿旦哦。阿旦的整件動難，你看佢嘅動作動細膩啦。你看阿旦的哦，行路的世界會師傅會牛，你看啊，對打對，有冇？要整理服裝儀容，對，佢係咁樣。很正哦，動法條。還佢要看，最主要佢嘅眼神要看，看佢嘅小腳，左邊右邊，看佢咪在豎跳那麼。哇！大家看到你係10年以上嘅功夫，哎呦，豎跳那麼來咧。過來。看跳那麼要分叉麼？先生，所以你係自己學10年，然後學到了阿旦咧。像你吼，整件動難，咱係因為佢動作動慢，動細膩啊樣嘅。動作越慢越難，整件動難。所以所有嘅角色，例如是係小生佬、女主角阿旦，呢兩種最難。阿旦呢最難啊！阿旦最難，跟其他譬如插腳啊、阿樹刀，嗰時哈哈哈哈，咁變啊變是做得。未有點難啊，咁個差唔多2-3年未有誒，整件係2-3年。所以大家真嘅再次總上鼓勵，冇咁簡單咯。等下倒轉啦嗬，繼續來看翁武山先生來表現俾大家看，你咪來認識嗬，你係文化地圖佢嘅傳統佢嘅正定嚟喎。轉到呼起來咧，你就事件我係請問因普通嘅男人咧表我，好冇問題，你係請教了翁武山先生咯，請教先生做安多個角色，乜個角色對你來講，你覺得最貼切？最貼切哦，我寫時間係喜歡英雄人物，比如講係武松、武松因為佢係主公嘛。因為行俠仗義，都有正義感，都有責任感。慢慢睇，我就知道，其實
葡萄戏，你要扮演很多角色，来每次你要投入一个角色，其实我做下都我还喜欢让观众互动，比如像阿厝岛我就是当喜欢，因为阿厝岛就会发挥，第一个让观众就会互动，就会讲法。第二个，你就會教你客家演術動作，比如說客家旁聽話，客家，比如講呢度不得不識嘅法。評論講嚟到的。動作啊，比如阿厝都會講啊，像你阿妹算阿厝島啊，比如講阿厝島去康路就做嘿嘿，嘿嘿，男士牌佢就男士牌，下巴夾尾陣尾就旁嘅改，講到樣樣佢也會，講到接線佢也會，接線這個先一節晚一節，嘿嘿，哎呦，講到見本意咯，來到呢啊，哎呦，冇法度冇表演，唔怕，哎呦，您講哦，台上一分鐘，台下10年功，哎呦，只好來練功，嘿，嘿。哦，啲啲時即係睇緊係咪撞上玻璃咧？頭好暈哦！哦，其實我係希望啲下厝島啲種嘅，係即興嘅，對，係即興嘅東西。你就會講，有時候講客家話，有時候講福佬話，你咪就講英文啊，英文也可以講啊。係結合時事嚇。係啊，係啊。其實做啲現台啲下觀眾，你冇帶強講國語啊，你會講英文，你會講西班牙或者馬來全做的。哎呦，你以為按多種語言哦？韓國喲。Gracias，反正其實跟他用亂學啊樣。所以線上都好按普通式的。對啊，因為葡萄牙佢嘅特性就係很及時，像你下我就是做那種對法，咁我從台前已種的你要化妝啊。哦。對啊。係哦。對啊，傳統嘅葡萄牙來講，佢做咧你自家講，比小朋友，佢談唔是客家話，佢談唔是福佬話，你要那邊講，握手，佢就會讓你握手，按姿勢，佢就啲。按姿勢係問你，謝謝你。對啊。線上家按表演哈，我知道講，台語寫字一定知道講，非常的吸睛哈。你下線上帶領嘅團隊慢來去表演，家講到有實驗劇場嗰種創新嘅。冇共用嘅，沒有到街下傳統嘅戲劇場地度，做啲傳統嘅戲，又去啲保留傳統嘅文化，喺各地學教地度，一算係3種全冇共用類型嘅。因為啲3種其實你要保留傳統嘅東西，做你嘅基本功，你沒有推廣出去，推廣出去做一本，你要有未來的觀眾，未來嘅觀眾做啲係成年，係小朋友，你要。不一定啲葡萄牙都帶買東西，因為啲甜食未看唔到嘅，都腦袋未親手看到啲種傳統嘅葡萄牙，所以我10幾年來就進入學校，然後搞去做宣傳。對，按事先演出之前哦，本家都啲葡萄牙樣板人看，嘅細節在哪邊，嘅偷去買做嘅，大家用啲。就是睇係塑膠，大家都會講塑膠做嘅，用陶瓷、用鐵做嘅，其實用樹頭做嘅，哦，樹頭其實有一隻工藝美術，像你整個身體，其實叫算一隻工藝美術。係啊，哦，凍漿哦。對，像你家係算客家嘅一隻改良嘅。哦，在海外聽托。對，所以本小朋友啲啲葡萄牙，因為啲係台灣。整件係台灣，你家土生土長嘅，你家算台灣嘅一隻嚇當傳統嘅一隻文化。手工藝傳統嘅文化當家。對，我係小朋友，佢可能唔啲嘛係傳統嘅葡萄牙，你咪唔是講安多，咪唔是講有宣傳客家文化。唔是安多土里，是本去搞，佢希望也是。佢希望，佢就會天天小時候留下這個記憶，可能2節課而已。你又不會小時候留下那個記憶，佢長大他自己就會去摸索。小時候誰是這樣有看過葡萄牙，葡萄牙凍好款，客家話凍好糖，這就夠了。你2個小時或1節課，你冇可能不會凍到東西。對啊，所以我知道我接去校園巡迴，尤其小朋友的，像桃竹苗接去，佢都
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该台普台语，其实去看了这个普台语，看完之后，基本上可以教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哎，又是成功嘞。对，因为我谁时间，我就嘛袂接触普台语，我就看我师傅，我跟世界李天武老师，佢70几岁，佢讲的葫芦房，我全部读唔识。哦，你全部读唔识？当然读唔识啊，你讲你当兴趣？对啊，佢讲的是泉州腔诶。哎呦！所以我看佢书诶，人讲诶，佢做嘅表现很活灵活现，还是都佢做音嘛，普台语做音啊，像宛然，我会取那种山宛然，佢做系要表现得像真人一样。宛然就是宛若真的，栩栩如生啊，用音。对，俺山水山沟，所以俺传承底下，免爱翁无善啦，所以俺传承底下，就天天的去做推广到小朋友，因为曾经俺知道俺去推广的时间，俺会发现小朋友。佢哋曾經對普台語對台灣嘅文化曾經其實很陌生，因為啲甜食或者 iPhone 曾經影響中到東島嘅文化哈，世界各國嘅文化，東島嘅消息成日都看得到。不過你電到講可能啊哈，因為環境嘅關係，還少了啲傳統嘅東西，因為那本去看本地認識，所以我加油，我學教育教育也講爸爸媽媽嘅教育興趣是什麼？留意到介紹，所以先生你自家成日呢，沒有聽你來做戲，從細幾多時教啊？從細幾要看啊，喺教差唔多就幼稚園之前會教，會咩啊？我要做一隻小戲台，不佢也都會教。很幸福哦！我從我妹佢下喜歡音樂嘅部分，音樂佢要學鋼琴，從去年我要聽我去阿根廷咯，要聽我去做戲。按你團53年去，叫聽佢伴奏啊嘛。其實對我來講，做得到普台戲，還有讓我自己的小孩還帶出去本南美洲的人看，我知道這就是一個成就感啊。嗰時春生就動好。春生壓力挺大啦，還是我知道。讓小朋友接觸，和小朋友又喜歡，我還是知道動好，因為我細時間，大家都講你要傳承，為什麼是我要傳承？你動態係嗎？對，其實我也不會給小朋友說要傳承，真的不要給小朋友安排壓力，因為小朋友都也是一張白紙，他如果喜歡，他真的會喜歡。所以你係啲你講為讓而撒種。對呀對呀。你講你會希望講後輩有人來接吧？當然啦，學普台語都辛苦，學傳統的都整天都辛苦，因為辛苦在哪邊？你要自家練，還要有觀眾。對啊，你自家練之後，你要用腳，要用翻跟斗，要用翻，你有翻個1000下，你才可以翻得這麼準。哇塞，所以完全係真材實料，係基本功練到動好。對啊，一招一式你要練到好，比如說你要出力，還用出力。用打，有冇？還用練。我做到強勢，真經會練嘅，基本功會練到當數。對啊，像我師傅接那講，學普台語，你看係冇好，你要去練。喺師傅教本你，你就轉去練。師傅教本你1點鐘，你要轉去1則禮拜，你全部去練。咁係講先生，你係有運動興趣，來讓伊擺事嚇，因為講好教佢，差唔多嘅練結構做得上戲台。結構哦，3年沒有3年以上哦。哦，所以要恆心毅力呢。當然啦，因為你下講實在，你下成年將會讀書嘛。讀書之後，你太後邊呀，你可能考試。練吼，你自己要當日練，可能半點鐘像學琴咁樣，還要半點鐘，還要忍受得了嗰種寂寞，之後再上實際上戰場。你就聽聽師傅去巡迴啊嘛。其實哈，每一種嘅技術，無論係傳統也現代哈，都係愛
什么眼镜链啦，吼，链球也是很易的，吼，你讲气推下气球，该是很易的，你是咩讲气人戆看，眼镜链，重新上看，佢停下来，我哋一讲话，佢肯定哋经典吼，当然大家今日看讲，好，我是到现场去看了精彩的表演，线上底下吼有新的表演，大家会发龙呢度嘅粉丝专业咧，系冇？做得俺就数3万人，俺就看到，对，看到俺希望大家多去看，因台湾客家文化的传统的戏。哇，新梦先生，根本你先生来吼，实在本你家咁要學到要到技巧啦，吼，再去裏頭按跳一千下，看下一擺吼按接會到冇？你看咩啊？哎呦，你冇？哇，你夾唔準。最尾是用你看要接到冇來做 ending 係冇？1、2、3。哇，嘿，接到咧，很棒呀！崇尚鼓勵，作弊，新夢先生，神夢。哎呀，非常精彩，請大家多多支持王武山先生嘅新本人。今日咪希望大家收看，大家其實聽你先生嚟做運動了，長累了。